87号，一个印象。有一摆伫安休日，有一个法利赛的头人请耶稣食饭。耶稣看见主人所请食饭的人客，因入来的时拢见大位。耶稣就讲一个譬如，免互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，唔通见大位坐。行了比你较尊贵的，也互伊请。主人就要来甲你讲，你为互这个人，你去坐别位，安尼你就见效，就提起坐别位。所以，互人请的时，应该就去坐西位。主人就来甲你讲，朋友，你真谦卑，你为什么坐伫西位？请你起来去坐大位。这时，你被监督的人，甲主人的面前就有体面，因为你若自觉的要互伊降低，家己谦卑的要高升伊。耶稣也甲请伊的人讲，你被办中昼顿，还是下昏顿，唔通请你的朋友，还是兄弟，还是好家的厝边，行了因果请你，你就受报答。若是你着请山上的、坡上的、摆卡的、青梅的，你就有福气，因为因未通报答，搁请你来报答。当道的一人甲耶稣讲，会通被上帝的国来赴宴席的人有福气。若是耶稣讲，有一人被办大宴席，请真侪人，到尾食的时，找伊的萝卜甲所请的人讲，就来，逐项拢准备便啦。众人拢起时，头一个甲萝卜讲，我有买田园，果不将就去看卖咧。真实的，我未放弃。搁一个人讲，我有买牛无对，果不将就去看卖咧。真实的，我未放弃。搁一个讲，我拄则结婚，所以未放弃。真实的，萝卜倒去甲伊的主人讲，你所请的人客拢爱批时，一个有买田园，讲果不将就去看；搁一个有买牛，讲果不将就去看卖咧。一个娶某则未通来，我无法度勉强因来。主人真受气讲，为着田园、牛、某来批时，是真无意思，毋免勉强因来。紧紧出去到城内的大街小巷，带遮的山上的、破旧的、青梅的、摆卡的来遮。你出去伫路呢，甲篱笆边勉强人入来，你勉强因入来，互我的厝内满满。因为我甲你讲，前所请的无一人会伫食我的宴席。伊的萝卜去带山上的、破旧的、摆卡的、青梅的入来，互厝内满满。主人真欢喜，互伊请的人也真欢喜。